眾所周知，5億探長呂樂係香港江湖上一個繞唔開嘅傳奇。講到呂樂，就不得不提佢嘅白手套沙皮狗。呂樂可以喺嗰個年代積聚億萬財富，同呢位精明低調嘅御用收租佬密不可分。沙皮狗同呂樂，一個在暗，一個在明，一個唱紅臉，一個唱花臉，玩轉黑白兩道，賺得腸肥腦滿。呂樂大倉如山，沙皮狗亦小倉富足。有呂樂喺身後站台，沙皮狗喺港九橫住走。各路大佬冇人敢同沙皮狗作對。想當年14K 教父佳士偉得罪沙皮狗，喺香港再無立足之地，只能垂頭喪氣跑到菲律賓避難。呂樂下台之後，沙皮狗嘅運氣亦開始走下坡路。雖說地產生意賺得盆滿缽滿，然而人生嘅不如意亦接二連三咁到嚟。先係進軍澳門撈賭，碰咗崩牙區嘅釘，接住一手帶出嚟嘅接班人，有黑道公關之稱嘅莫世就，被陳耀興細佬雞康復仇後一蹶不振。隨之沙皮狗嘅東聯社勢力江河日下，沙皮狗仲沉迷上賭博，將手上唔少物業都輸咗入去。家庭方面，先係前妻離婚分咗一筆財產，後嚟到內地投資蝕大本，仲因此父子反目，對簿公堂。沙皮狗晚年飽受疾病困擾，匆匆去世。雖講黑白兩道前嚟送行嘅應接不暇，滿堂兒女亦係盡數到場，但背後有住講不盡嘅人生淒惶。沙皮狗原名馮九，1940年出世，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父母都係經營賭檔嘅社會人。自細浸淫喺嗰個環境中，沙皮狗亦係耳濡目染，對撈偏門少有心得，而且喺待人接物、處理社會關係上如魚得水。沙皮狗其貌不揚，卻係心有乾坤，精明圓滑嘅腦，靈活機敏嘅身段，玩轉波譎雲詭嘅江湖，有如閒庭信步。沙皮狗好早就唔讀書，步父母後塵，開起咗麻雀館，又喺麻雀館伙伴介紹下加入幫會東聯社，一番摸爬滾打，晉升東聯社堂主，喺江湖上小有名堂。機緣巧合之下，同當時嘅警界紅人總華探長呂樂相識。呂樂對呢個精明強幹嘅年輕人非常賞識，漸漸放手將啲生意交俾沙皮狗嚟管理。從此沙皮狗嘅人生開上快車道。1920年生嘅呂樂，20歲加入阿 Sir 隊伍，經過10幾年嘅苦心經營，喺黑白兩道編織起一道巨大嘅利益關係網。1962年坐上總華探長，雄踞4大華探長之首，喺江湖上堪稱一手遮天，風光無兩。港英高層亦攞佢冇辦法。呂樂將全港最賺錢嘅9大煙檔、賭檔都收入麾下，並向港九各處嘅偏門生意收取保護費。一代梟雄跛豪每個月都要向呂樂進貢。當然呂樂唔會出面收錢，將呢啲事全權交俾白手套沙皮狗代理。沙皮狗亦成咗呂樂嘅御用收租佬，同哥哥豬油仔、細佬楊咩東一齊成咗呂樂旗下嘅3架馬車。沙皮狗成咗當時港九嘅地下財政部長。嗰時啲阿 Sir 都會領2份工資，一份係港英當局發嘅勉強溫飽，另一份就係沙皮狗發嘅，經常會塞豐厚嘅利是俾啲阿 Sir。沙皮狗管住呂樂罩住嘅生意，手下光煙檔就超過200間，每間每月都要交500港幣嘅保護費。賭檔更係多到不計其數，跛豪開嘅檔口一間每月上交1200港幣，另外每月仲要額外上供3-4萬。沙皮狗每月將所有進賬匯總扣除發俾阿 Sir 嘅利是，剩低嘅同呂樂3-7分賬。有錢有勢嘅沙皮狗當時喺油尖旺一家獨大，江湖上各路大佬見咗都要陪笑遞煙敬酒，嗌一聲馮哥。江湖盛傳一句話：呂樂在，馮九大。沙皮狗去各種場合都唔使俾錢，江湖上冇人敢同佢作對。沙皮狗自己亦開咗幾間夜總會，如東雲閣夜總會同新碧瑤日式夜總會。當年紅星徐小鳳經常喺東雲閣夜總會駐唱。另外沙皮狗仲投資咗一座大型餐館首都酒樓。沙皮狗將重慶大廈作為自己嘅大本營，喺重慶大廈買下多個單位同商鋪，辦公總部設喺6樓，處理資金則放喺地庫進行。70年代沙皮狗喺江湖上風光無兩，後嚟嘅14K 教父佳士偉得罪咗佢，香港都撈唔落去，不得不避走海外。佳士偉係14K傳奇大佬黑無常嘅得意門生，
70年代黑無常就聯手同門師兄弟白無常制霸砵蘭街，叱咤油尖旺，江湖勢力不可忽視。佳士偉為人精明狡猾，下手狠辣，一次出手打咗沙皮狗門生。當時沙皮狗已經做咗自己社團東聯社嘅坐館，睇住門生俾人蝦，沙皮狗直接揾佳士偉嘅大佬黑無常要講法，當眾暴打佳士偉一餐，仲唔罷休，黑無常只好叫佳士偉跑路到菲律賓。日中必則，月滿則虧，風光過後，沙皮狗亦要走下坡路。早喺60年代尾，呂樂就聞到當局打貪嘅風聲，提前功成身退，於1968年退休，並喺廉政公署成立嘅1974年舉家移民加拿大。廉政公署掛牌，隨即對呂樂展開清算，污點證人大爆呂樂有5億身家。被捕嘅跛豪亦交代咗同呂樂送錢嘅口供。沙皮狗同哥哥豬油仔都因做咗呂樂嘅白手套被捉，好在豬油仔一人擔下所有罪名，沙皮狗得以金蟬脫殼。重獲自由之後，沙皮狗轉身踏入商場，做起地產生意，趕上香港樓市上升期，炒樓賺咗唔少錢。喺70年代尾，沙皮狗就擁有價值數千萬嘅物業，當時香港10萬就可以買一套公寓。彼時遠在加拿大嘅呂樂感覺自己喺香港嘅生意出現虧空，物業被偷偷變賣，於是派個仔嚟香港處理，同沙皮狗發生過一啲糾紛。畢竟呂樂有幾多產業物業，做咗佢幾十年收租佬，白手套嘅沙皮狗最清楚。呂樂講有人黑食咗佢嘅錢同物業，呢個問題點講呢？本嚟就來路不正，其中是非交俾後人講啦。喺商場春風得意嘅沙皮狗決意從是非分壇嘅江湖抽身，並一手提攜咗莫世就作為自己喺東聯社嘅接班人。莫世就人稱老東就，精明霸氣並存，頭腦手腕靈活，曾以黑道公關之名享譽香港江湖，並喺日後出任東聯社坐館。沙皮狗亦算冇睇錯人。1978年，沙皮狗同前妻離婚，前妻從沙皮狗呢度割走一大塊肉，包括一次性嘅800萬贍養費，同俾7個仔女每月25000嘅生活費。好在沙皮狗油肥肉厚，800萬先唔會對佢傷筋動骨，令佢頭痛嘅係個仔。講到底都係錢惹嘅禍。1988年，繼投資深圳香蜜湖之後，沙皮狗同內地某省合作，同個仔馮錦光父子搭檔，投資2億填海，興建海濱樂園。前2年運營唔錯，後嚟捲入多起訴訟，投入去嘅錢血本無歸。究竟係個仔聯手外人昆老子，定係經營不善，外界不得而知。不過個仔馮錦光將沙皮狗告上法庭，兩人對簿公堂。沙皮狗則稱個仔趁佢病攞佢命，一家人鬧到咁樣，着實令人唏噓。90年代，沙皮狗將目光轉向澳門，到濠江開設賭廳。彼時澳門江湖上崩牙區話事，沙皮狗嘅賭廳事業並唔順利，冇幾耐就關門歇業。當時崩牙區同佳士偉正處於蜜月期，佳士偉深受何鴻燊信任，喺澳門江湖頗有影響。沙皮狗開賭廳遇咗，唔知係咪同當年逼佳士偉跑路海外，對方依然耿耿於懷有關。賭廳冇開成，但沙皮狗開始沉迷賭場，經常喺葡京一坐就係幾日，輸幾百萬係常事。據講將一啲正喺度按揭嘅物業都輸咗入去。2年後，沙皮狗再受打擊，一手培養嘅江湖接班人東聯社坐館，黑道公關莫世就喺香港遇襲，被陳耀興細佬雞康報復，削去半邊面。據稱莫世就當年曾同陳耀興一齊幫張學友解決江湖糾紛，歌神為表感激將經紀合約交俾莫世就。陳耀興因分成問題同莫世就有過節，江湖盛傳93年陳耀興喺澳門遇襲暴斃，背後就有莫世就嘅影子。雞康聽講莫世就同陳耀興之死關係密切，隨即返香港對莫世就展開報復。莫世就經此一劫受咗刺激，一蹶不振，連同沙皮狗嘅社團東聯社江河日下，喺江湖上嘅影響更加式微。沙皮狗亦已經上咗年紀，無力回天。沙皮狗晚年過得並唔如意，之前爛賭將唔少物業都輸咗入去。2007年沙皮狗中風住院，而且一直受糖尿病困擾，從2015年開始就只能夠以輪椅代步。2年後與世長辭。喪禮當日，沙皮狗嘅幾房妻子兒女全部聚齊，不過對於父親嘅江湖往事，啲仔女都閉口唔提。估計係邊位老友深知沙皮狗中意投資物業，
喺靈堂外送咗一座紙紮嘅馮九大廈，會場正中高懸一塊德高望重嘅牌匾，現場前嚟弔唁嘅江湖人物摩肩接踵，都係各大社團嘅重量級大佬人物，包括和義堂前坐館玉泉、水房前坐館大媽、水房超級叔父老鬼權、聖和太上皇國華、新義安大總管林剛，以及江湖上最後一位雙花紅棍陳慧敏，目送呢位江湖傳奇走完最後一程。